7月3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個性率直、童心未泯、好堅持自己個人風格嘅人。你對任何嘅嘢咧都有自己獨特嘅觀點，與眾不同。由細到大咧，你都可以保持一種純真同埋赤子之心。你都幾中意製造一啲惡作劇或者係驚喜，跟住之後自己匿埋喺後邊咧睇下對方嘅反應嘅。你嘅直覺好準，想像力豐富，決策同埋行動力亦都好高。而你亦都擁有創造新事物嘅動力同埋能量。如果能夠揾到專屬於你自己嘅表現方式，你嘅才華咧會瞬間開花結果嘅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有兩種極端嘅個性，你自己想獨立，但亦都會同對方詐嬌，可以透過自己嘅直覺揾到啱你嘅伴侶，而天生亦都有一種具備睇穿對方嘅能力。所以如果對方出軌或者背叛嘅話你都即刻知道。如果過分追求理想嘅婚姻生活嘅話現實同理想總會有落差嘅，呢一樣嘢要注意。而喺性嗰方面性對於你嚟講係一種交流，又或者係一種親密感，有時覺得好玩，亦都會故意為難對方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如果可以配合到自己嘅步伐，開心咁樣做嘢，你比較啱從事一啲自由發揮、創作性嘅工作，將自己一啲諗法、創造力去顯化出嚟，而配合時代趨勢嘅需要嘅話有機會獲得大成功。你嘅財運亦都 OK， 有揾錢嘅能力，買嘢亦都唔會手軟嘅。好多時會有使錢多過儲錢嘅情況啊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記住唔好壓低自己，如果可以發揮到自己嘅前瞻性嘅話你會係一個好有成就嘅人嚟嘅。